其实台湾的音乐的录音工业的这个起源跟很多客家的文化有关联。那13岁的纯纯呢，他就加入了一个团叫做小凤园。像小凤园的话，它是客家戏团。小凤园呢，我们在当时算是一个蛮时髦的，大概类似苏打绿这种概念。喜欢同样的音乐，然后就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就会一起组团。所以里面有采杂戏，他们也会唱歌仔戏。汪思明跟另外一个叫温宏图这两个人呢，是把歌仔戏从外台把它拉到录音的第一人。那汪思明呢，可以算是歌仔戏的推手。那后来就被唱片公司请到唱片公司去录了一些笑话、秋亏的录音。后来小凤园呢，从1929年就逐渐的录音变少，但是1929年同时纯的录音就变多了。当汪思明离开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，他们让清香用爵士的乐器去伴奏台湾的歌戏。古老，这个是1930年的录音，可以说是。林泰威老师想说什么？订阅点亮大稻埕频道。